台北家福中心希望无资送弱势家庭塞车啊，方便因会当逐个月来领物件。也毋过目前这状况是无介外理想，到单犹阁欠4成左右。那高雄的家福中心嘛发现讲，2017年到2022年，全台湾弱势家庭是加2.7%，毋过捐款却是愈来愈少。家福人员无用咧整理物资，堆伫塑胶袋啊，但是物资大歹小歹，对接受物资的弱势家庭来讲，其实是真恶寒。有一寡家庭提袂起，就要走过落纸，甚至放弃部分物资。因为我大概去领物件的时阵，拢摕一个购物袋，就是遮派一个，遐赶一个，就无方便的。因为阮搁住3楼。搁爱规个挂去楼顶。台北家福今年提供弱势家庭的物资，堆伫塞车内底，车搁通爬楼梯，方便弱势家庭免排甲规大地。但是家福中心发现，年底无资状况煞无啥理想，目前敢若有6成。阮总共是有1200户，这1200户，到目前也是讲以6成来看，阮可能要搁超400分，因可能要无了解讲是安怎爱上因这个推测。阮逐个月拢有固定的民众因的捐物资来，可是这个过程当中，因欠的是欠迄较方便的，使安全啊，会使较会使承重的物件。若北部无资拄着困难。高雄家福统计，2022年全台湾有12%的家庭需要支持，偏5当前是增加2.7%。需要协助的家庭增加，但是受疫情甲通货膨胀影响，这几年发票小金额捐款的状况，煞拢明显较差。尤其在今年，我们自己就会看到我们的小额捐款整个是掉了大概50%左右的这个比率，所以对一个社福机构来说，其实我们很焦虑。台北家福按算甲社会沟通，互民众了解弱势家庭毋但需要食品、日用品这寡物资，也需要亲像塞车这款工具，希望大家斗3工。也若高雄家福这个月24，也要伫高雄卫武营举办捐优惠，透过活动募款，希望民众发挥爱心，伫咧年底帮助弱势家庭，也通安心过好年。记者龚林玉凯、曲孝勇台北高雄报道。